书上说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长笛之花，乐府微微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没用过，我什么也守护不了。一念不灭。我要救你，我知道该选什么人来救你。你先等一等，你一定要等一等。千千成劫。像我这种妖怪，沦落到这样的下场，你应拍手叫好。我还能再遇到他们吗？即便不是他们，也还会有别人的。只要活着，活下去。